你相信嗎？王菲呢一世攞過幾多獎？講真，數都數唔晒。金曲獎、音樂大獎、各種榮譽，華語樂壇天后呢個稱號，絕對唔係浪得虛名。但如果娛樂圈真係有一個最尷尬獎項，好多人可能都會將票投俾佢。呢個獎唔係榮耀，甚至可以話係一個女人最無奈嘅身份——繼母。當然，呢個只係網上討論裏面一種講法。但點解咁多人會將焦點放喺王菲身上？答案就藏喺佢同謝霆鋒、張柏芝呢段複雜關係入面。大家都知道，謝霆鋒同張柏芝曾經有過一段婚姻，兩個人亦都有小朋友。後來兩個人分開，多年之後，謝霆鋒同王菲重新走返埋一齊。表面睇，呢只係兩個成年人重新選擇自己嘅愛情，但真正困難嘅地方，從來唔係愛唔愛，而係當一個男人背後有孩子、有過去、有責任，新嘅愛情到底應該擺喺邊個位置？好多網友都曾經幻想過一個畫面：如果有一日謝霆鋒事業再創高峰，如果一家人可以真正同框，如果王菲可以得到孩子嘅認可，呢個畫面應該會好溫暖。但現實往往就係咁殘酷，最難跨越嘅唔係距離，而係身份。因為對於一個孩子嚟講，爸爸喜歡嘅女人可以係爸爸生命裏面重要嘅人，但要變成自己真正接受嘅家人，中間仲有一道好長嘅路。尤其係繼母呢兩個字，由古到今一直都係一個好尷尬嘅位置。你要付出，你要體諒，你要接受，但好多時候你卻未必能夠得到親生媽媽一樣嘅位置。你睇下娛樂圈好多再婚家庭，真正困難嘅地方，從來唔係兩個人之間，而係一個人過去留下嘅人生痕跡。小朋友、前段婚姻、家庭責任呢啲東西，唔會因為一段新愛情開始就自動消失。所以王菲面對嘅其實唔只係一段感情問題，佢面對嘅係好多再婚家庭都會遇到嘅難題。我愛呢個人，但我可唔可以融入佢原本嘅人生？更加唏噓嘅係，王菲自己都係一個媽媽，佢亦經歷過家庭變化，所以好多人都會問：點解有啲小朋友可以接受繼父繼母，但有啲小朋友就好難？答案可能唔係邊個啱邊個錯，而係時間、陪伴、經歷。因為小朋友記住嘅，從來唔係大人之間講過幾浪漫嘅愛情，佢記得嘅係邊個喺佢病嗰陣陪住佢，邊個凌晨仲未瞓，邊個一次又一次出現喺佢生命裏面。呢啲細節最後都會變成小朋友心裏面嘅答案。所以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呢段關係最複雜嘅地方就係三個成年人，三個身份，三種人生。一個男人想平衡愛情同責任，一個女人想得到真正歸屬，一個母親守住自己同孩子之間無法取代嘅位置。但問題係呢場關係裏面，到底邊個最委屈？王菲、謝霆鋒，定係夾喺中間嘅孩子？講到謝霆鋒，其實好多人對佢都有一個疑問：呢個男人到底算唔算深情？有人話佢可以為王菲再次回頭，可以放低過去，可以面對外界所有壓力。如果唔係真愛，點會堅持咁多年？但亦有人問：如果一個男人真係將一個女人放喺未來規劃裏面，點解最重要嘅位置好似永遠都唔係佢？呢個問題先唔講愛情，講現實，一個成年人嘅感情唔單止係我中意你，仲包括我人生裏面有冇你。年輕時候嘅愛情可能只需要一份感覺，兩個人開心傾得埋，一齊經歷風雨已經足夠。但去到人生後半段，愛情會慢慢變成另外一種東西，係責任，係安排，係未來。你試幻想一下，一個女人同一個男人一齊好多年，兩個人感情好，相處舒服，但當講到未來規劃嘅時候，你發現資產安排冇你，家庭計劃冇你，重大決定冇你。咁嗰一刻，女人真正難受嘅可能唔係錢，而係一個問題：原來我喺你人生裏面到底排第幾？所以有人認為謝霆鋒最大嘅矛盾唔係唔愛王菲，而係佢人生裏面有另一份永遠放唔低嘅責任，就係爸爸呢個身份。因為對於一個父親嚟講，孩子永遠都係特別嘅存在，血緣、成長、未來呢啲關係唔係一段新感情可以取代。但問題亦正正喺這裏，一個男人可以同時愛很多人，可以愛伴侶，可以愛孩子，可以愛家人，但時間、精力、資源永遠都有限。你將最多嘅東西放喺邊度，其實已經代表咗你心裏面最重要嘅排序。所以外界先會產生一種爭議：
謝霆鋒係咪將責任放第一，將愛情放第二？呢個答案可能冇人可以真正代替佢回答。但從旁觀者角度睇，呢段關係最大嘅難題就係王菲想要嘅可能唔係更多物質，而係一種被確認嘅感覺。你愛我，同你選擇我進入你未來，其實係兩回事。好多情侶年輕時都講過我愛你，但去到現實裏面，真正考驗一段關係嘅係你會唔會將對方放入你人生藍圖裏面。而謝霆鋒自己嘅成長經歷，亦可能影響咗佢後來面對家庭嘅方式。佢細個時候，父親謝賢事業忙碌，成長過程中，父親陪伴嘅時間未必算多。而謝霆鋒後來早早入行，亦經歷過好多壓力。心理學裏面有一個講法，一個人小時候經歷過嘅家庭模式，有機會影響佢成年之後處理關係嘅方式，唔代表一定會重複，但有時候人會不知不覺延續自己熟悉嘅模式。所以有人覺得謝霆鋒努力工作，努力賺錢，想俾孩子更好生活，呢個冇錯。但孩子需要嘅除咗物質，仲有陪伴。因為小朋友成長過程中最珍貴嘅唔係你送過幾貴嘅禮物，而係佢第一次比賽，你喺唔喺現場？佢病嗰陣，你喺唔喺身邊？佢最需要爸爸嗰幾年，你有冇有出現？亦因為咁，當外界討論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三個人關係時，其實爭論嘅從來唔止係愛情，而係一個男人點樣平衡過去同現在，點樣平衡伴侶同孩子。講到底，謝霆鋒未必係一個壞男人，王菲亦未必係一個失敗嘅伴侶，張柏芝亦唔一定係所謂贏家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位置，都有自己嘅難處。但真正令人唏噓嘅地方係，愛情可以重新開始，但孩子成長嘅時間錯過咗就返唔到轉頭。如果王菲係天后，如果謝霆鋒係巨星，咁點解最後喺孩子心裏面最重要嘅位置始終都係張柏芝？答案其實唔複雜，因為對於一個小朋友嚟講，陪伴永遠比身份更加有力量。成年人睇感情可能會睇邊個更加適合，邊個更加深愛，邊個同邊個更加有緣分。但小朋友睇世界其實好簡單，邊個一直喺度，邊個冇離開，邊個喺自己最需要嗰陣出現，呢個人就會慢慢變成心裏面最安全嘅存在。張柏芝同三個孩子相處嘅時間係10幾年日日累積出來嘅，唔係一朝一夕，亦唔係靠幾句說話建立，而係每日嘅早餐，每次接送，每一次生病照顧，每一個夜晚陪伴，呢啲細碎到無人注意嘅事情，最後先會變成親情裏面最堅固嘅東西。所以有人話，張柏芝最大嘅優勢唔係外貌，唔係名氣，甚至唔係輿論，而係時間。因為時間會證明一件事，邊個係真正一直陪住你成長嘅人。更加關鍵嘅係，喺好多公開場合裏面，張柏芝一直保持低調。關於謝霆鋒，關於過去嘅婚姻，外界有好多討論，但他更多時候選擇將焦點放返喺孩子身上。對於一個母親嚟講，最困難嘅唔係養大一個孩子，而係喺面對外界壓力嘅時候，仲要保護孩子嘅世界，唔將成年人之間嘅恩怨變成小朋友嘅負擔。因為小朋友其實好敏感，佢哋未必明白大人之間發生嘅事，但佢哋會感覺到媽媽開心唔開心，媽媽辛唔辛苦，媽媽有冇人幫。當一個孩子長期見到媽媽一個人處理生活，媽媽努力工作，媽媽照顧家庭，慢慢地，孩子心裏面會自然產生一種保護心理，唔需要有人教，亦唔需要有人提醒。呢個就係點解好多單親家庭裏面，孩子同主要照顧者之間會形成特別深嘅連接。因為喺孩子眼中，嗰個人唔只係父母，更加係自己成長過程中嘅安全基地。所以如果王菲面對嘅係一個難題，其實唔係點樣令孩子喜歡自己，而係點樣走入一個已經建立多年嘅親情關係裏面。呢個世界上有啲位置唔係靠愛情可以取代，母親呢個身份就係其中一個。當然呢件事亦唔代表繼母一定無法得到孩子接受。現實裏面亦有好多繼父繼母同孩子建立咗好深厚嘅感情，關鍵係時間、尊重、相處方式，仲有成年人之間點樣處理關係。但喺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呢段關係裏面，最複雜嘅地方就係王菲出現嘅時候，孩子已經有咗自己成長軌跡，張柏芝已經陪伴咗10幾年，謝霆鋒亦背負住一個父親身份。每個人都唔係從零開始，
所以呢場關係唔係簡單嘅，邊個贏邊個輸，更加唔係邊個搶走咗邊個，而係三個成年人面對一個現實問題，過去留下嘅東西永遠都會影響未來。而最令人唏噓嘅，其實唔係王菲，亦唔係張柏芝，而係謝霆鋒夾喺中間。因為一個男人最大嘅難題，往往唔係選擇愛邊個，而係當所有人都需要佢嘅時候，佢點樣唔令任何一個人失望。其實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呢段關係最令人唏噓嘅地方，唔係邊個贏，亦唔係邊個輸，而係每一個人好似都有自己嘅道理，但偏偏每一個人都付出咗代價。謝霆鋒想要嘅可能係一種平衡，佢想做一個好爸爸，亦想守護自己選擇嘅愛情，佢唔想傷害任何人。但現實最殘酷嘅地方就係，當你想同時照顧所有人，有時候反而會令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被忽略，因為孩子需要嘅唔只係一個爸爸嘅身份，而係一個真實存在嘅陪伴。伴侶需要嘅亦唔只係一句我愛你，而係一種確定感，一種你係我未來裏面重要嘅一部分。所以好多感情走到中年，考驗嘅已經唔係浪漫，而係責任。年輕時候一句我陪你可能已經足夠令人感動，但去到人生某個階段，真正重要嘅變成你會唔會喺我最需要你嘅時候出現？你會唔會將我放入你嘅人生規劃？你會唔會讓我知道我唔只係你生命裏面嘅一個過客？而王菲面對嘅難題，其實好多再婚關係都會遇到。你愛一個人，但你亦必須接受佢唔係一張白紙，佢有過去，有責任，有曾經承諾過嘅人生。選擇一個有孩子嘅人，就代表你選擇咗一份更加複雜嘅愛情，因為你得到嘅唔止係呢個人，仲包括佢背後所有無法切割嘅關係。至於張柏芝，有人覺得佢係贏家，但其實一個母親守住一個家庭背後付出嘅東西，外人永遠未必睇得到。母親呢個身份從來唔係一場比賽，唔係陪伴得耐就一定贏，亦唔係愛得深就一定可以取代。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位置，而孩子最終記住嘅往往唔係大人之間嘅輸贏，佢記住嘅係成長過程中誰給過自己安全感。所以呢個故事真正留俾大家思考嘅，唔係你支持王菲定係你支持張柏芝，更加唔係謝霆鋒到底愛邊個。真正嘅問題係，當你選擇進入一段關係之前，你有冇睇清楚對方背後嘅人生？愛情可以開始，但責任唔會消失；激情可以出現，但陪伴需要時間累積。一個人可以好成功，可以站喺聚光燈下面，可以得到無數掌聲，但回到生活裏面，真正珍貴嘅可能只係有人記得你嘅生日，有人等你返屋企，有人喺你最累嗰陣仍然願意叫你一聲爸爸媽媽。所以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呢段故事之所以令咁多人討論咁多年，唔係因為明星光環，而係因為裏面有每個人都會面對嘅問題：愛情同責任到底應該點樣平衡？答案可能冇標準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，人生裏面有啲時間錯過咗就再都返唔到，有啲陪伴遲咗就永遠少咗一段共同回憶。所以最深嘅遺憾從來唔係當初冇愛過，而係明明愛過，但喺最需要彼此嘅時候冇做到最好。呢個故事講到最後，其實唔只係謝霆鋒、王菲、張柏芝，亦係每一個正在面對家庭、愛情、責任嘅人。因為人生裏面，我哋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一個等待被選擇嘅人，一個努力承擔責任嘅人，或者一個渴望被陪伴嘅人。愛一個人之前，先了解佢嘅人生；選擇一段關係之前，先接受佢全部嘅過去。因為真正長久嘅愛情，從來唔係只靠心動，而係靠理解、承擔、陪伴。有人覺得王菲輸咗，因為佢擁有所有女人羨慕嘅東西：名氣、地位、財富。但面對感情，卻始終要面對一個現實，有啲位置唔係靠愛就可以取代。亦有人覺得張柏芝贏咗，因為佢擁有孩子，擁有一個女人生命裏面最無法複製嘅連接。但其實所謂贏，背後亦代表住好多年嘅付出。一個母親陪孩子成長，唔係一場比賽，更加唔係為了贏另一個女人，而係因為當一個生命交到你手上，
你就有一份無法逃避嘅責任。至於謝霆鋒，可能係呢段關係裏面最複雜嘅一個人，因為佢唔係一個壞人，佢亦唔係一個完全無辜嘅人。佢愛過，努力過，承擔過，但人生最殘酷嘅地方就係，有時候你沒有惡意，但你嘅選擇依然會令別人受傷。成年人嘅世界唔係只有對錯，更多時候係取捨。你選擇事業，可能錯過陪伴；你選擇自由，可能失去穩定；你選擇過去嘅責任，可能令現在嘅人感到孤單。所以真正成熟嘅愛情唔係我愛你，所以一切都會解決，而係我愛你，所以我願意面對問題。很多人年輕時候相信愛情可以改變命運，但到後來才發現，愛情改變唔到所有東西。改變一個家庭關係嘅係時間，改變一個孩子內心嘅係陪伴，改變一個人安全感嘅係行動。一句我愛你可以令人感動一陣，但10年如一日嘅出現先可以令人安心一世。所以呢個故事最值得思考嘅地方，唔係王菲應該唔應該被接受，唔係張柏芝係咪真正贏家，亦唔係謝霆鋒到底愛邊個更多，而係當你進入一個人生命之前，你有沒有準備好接受佢全部嘅過去？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故事，有人帶住傷痕走入下一段感情，有人帶住責任繼續前行，有人帶住孩子重新建立一個家。人生從來唔係電影，冇一個完美結局，冇一個人可以完全贏。可能多年之後，大家再回頭睇呢段故事，記住嘅唔會係某一場風波，而係一個簡單嘅道理：愛一個人唔只係愛佢最好嘅一面，亦要接受佢背後所有複雜。最後想問大家3個問題：如果你係王菲，你會接受一個有孩子、有過去嘅男人嗎？如果你係謝霆鋒，你會點樣平衡愛情同家庭？如果你係孩子，你會選擇血緣定係陪伴？評論區講下你嘅睇法，因為人生裏面最難回答嘅問題，從來唔係你愛邊個，而係你願意為你愛嘅人承擔幾多。